歡迎嚟到黎博聖經教室，我哋繼續舊約福音呢個系列，今次係第4集。溫馨提示，請先下載講義，可以參考更詳細嘅內容。今集探討創世記挪亞醉酒事件點樣呼應第3章始祖墮落嘅典故。9章18至29節嘅結構係對稱平衡，可分7段。中心係閃同雅弗遮蓋挪亞，呼應始祖墮落與人嘅抉擇，突出罪惡、恩典與救贖嘅主題。第一段挪亞一家開始，洪水後挪亞3個仔閃、含、雅弗嘅後裔散佈全地，標誌呢一家係新人類嘅始祖，呼應亞當一家係人類始祖。呢個家有8個人，8等於7加1。亦都象徵新開始。作者交代含係迦南嘅父親為下文造伏筆。第7段挪亞一生結束，呢2節嘅句式呼應第5章亞當嘅家譜，記載咗從亞當到挪亞總共10代人因為有失特以諾而被視為敬虔嘅族系。第5章最後只提及挪亞到咗500歲以後生咗閃、含、雅弗。呢度按照第5章嘅格式交代挪亞又活咗350年。挪亞嘅日子總共950年，佢就死咗。除咗補充第5章嘅資料，亦突出挪亞同亞當對照。亞當同挪亞分別係人類同新人類嘅始祖。亞當係930歲，挪亞係950歲，可象徵恩典大於咒詛，救贖超過罪過。綜合第1段同第7段，象徵洪水後新人類始祖挪亞嘅開始同結束，跟住就記載由挪亞3個仔嘅後裔組成嘅新人類嘅發展。第2段挪亞醉酒赤身，呢段嘅描述好有心思，刻意呼應亞當喺伊甸園嘅情況。理由如下：挪亞係農夫，農夫直譯係土地嘅人，呼應神起初用土地嘅塵土塑造亞當，後來亞當墮落，神宣判佢要汗流滿面先至可以糊口，直到佢回歸土地，因為佢係從土地取出嚟嘅。你既然係塵土，仲會回歸塵土。作者集中交代挪亞栽種葡萄園，因為葡萄可以釀酒，令人歡樂，象徵新伊甸，呼應伊甸園，意思係樂園。佢飲醉咗，喺自己帳篷裏頭除晒衫。作者冇交代挪亞醉酒嘅原因，而係強調佢除晒衫，即係赤身露體，以示脆弱，需要遮蓋，呼應始祖墮落後赤身露體，需要遮蓋。換言之，呢段將人類始祖亞當同新人類始祖挪亞嘅身影重疊，象徵無論人類或者新人類都需要神遮蓋嘅恩典。第6段閃和雅弗蒙福，呢段2次重複，願迦南做奴僕，呼應9章25節挪亞嘅咒詛，表示違命必定受罰。此外，雅弗擴張，預示佢嘅後裔擴展成為多國，呼應神要人充滿大地。佢住喺閃嘅帳篷裏頭，預示好多國家加入神嘅王國。救恩唔單止俾閃嘅後裔，亦為雅弗預留位置。第3段含犯罪始自看見，含睇見父親赤身並且傳揚，公開父親嘅羞恥，違反孝道。呢件事係新伊甸裏面嘅羞辱，呼應夏娃看見同埋始祖墮落後罪惡即羞恥嘅事不斷蔓延惡化。例如始祖違命食禁果，佢哋嘅仔該隱謀殺細佬亞伯，亞當第7代孫拉麥殺咗2個人，又狂妄宣稱害該隱會遭報復7倍，害拉麥會遭報復77倍。亞當第10代孫挪亞時代嘅人已經全部敗壞。由此可見，洪水前後人性始終冇變，罪性只會變本加厲。第5段迦南受咒詛，含犯事，佢嘅仔迦南受咒詛，呼應始祖墮落同蛇犯罪，人類後裔同蛇嘅後裔都受罰，並非神唔公平，而係神做事嘅常規。
群體領袖或順或逆都會影響群體嘅成員。正如閃同雅弗順從神，佢哋嘅後裔就蒙福。中間第4段，閃和雅弗用衫遮蓋父親，佢哋冇將父親嘅羞恥話俾妻子，而係二人同心，立即攞咗一件外衣搭喺佢哋嘅旁頭，遮住父親嘅裸體，因為佢哋孭住入去，冇睇見父親嘅裸體，佢哋唔睇對比含嘅，睇見佢哋嘅行動，呼應始祖墮落後，神為佢哋做咗皮衣，幫佢哋遮蔽身體，表示閃同雅弗與神嘅立場一致，因而蒙福。其實9章22至27節重演人類點樣做抉擇，閃同雅弗係正面榜樣，同神嘅立場一樣，呼應上文嘅失特同佢嘅後裔呼求耶和華。迦南係負面例子，呼應上文唔敬虔嘅人類，後果係自己同後裔受罰。作者將3至9章嘅情節濃縮喺呢件事裏頭，鼓勵人要做正確抉擇。創世記9章18至29節交織咗罪惡黑暗同神恩光輝。挪亞土地嘅人因為食物葡萄而赤身露體，好似始祖一樣，表示人脆弱，需要遮蓋。含嘅傳揚擴散羞恥，以致兒子迦南受咒詛，呼應罪會令後代受累受罰。但係閃同雅弗攞咗一件衫，好似神嘅皮衣，溫柔遮蓋羞恥，佢哋蒙福，如是順服者嘅盼望。呢個就係舊約嘅福音，罪惡帶來咒詛，但並非結局。神喺伊甸應許後裔，喺洪水後立永約。挪亞嘅過失警惕我哋仰望嗰位真正嘅後裔耶穌基督，佢用十字架承擔咒詛，遮蓋我哋嘅赤身，賜我哋永生。喺佢裏面，罪惡嘅黑暗過去，神恩嘅晨光普照。詳細內容請參考講義。多謝各位收聽，願神賜福大家，亦都歡迎各位點讚、留言、轉發，幫助更多人認識神嘅話語。